90年代唔少人心目中嘅性感女神李婉華，婚後移居加拿大，有1個女2個仔。佢喺1991年同盧宛茵合作無線處境劇《卡拉屋企》，2個人飾演母女，至今仍然係港人嘅集體回憶。呢份情誼延續咗30幾年。李婉華每次返香港都例必同肥媽見面食飯，而72歲嘅盧宛茵雖然成頭白髮，但就好精神。合照嗰陣仲怕醜話自己冇化妝，李婉華一句窩心回應：唔使化妝都咁靚，場面溫馨。盧宛茵而家亦都有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演出崔 Auntie， 至今仍然活躍喺幕前，係一位甚得網民尊敬嘅演藝前輩。現年49歲嘅麥嘉琪曾經喺1993年參選港姐，但被視為大熱嘅佢就5強不入，決賽隔日更有裸照流出，轟動全城。其後佢進軍電影圈，拍過多部3級片，令佢成為影壇性感尤物之一。2006年麥嘉琪同大律師黃國豪結婚，婚後有2個仔1個女，佢亦逐漸淡出幕前，過住少奶奶嘅生活。直到近年麥嘉琪復出幕前，更全面轉戰內地發展，除咗積極拍片分享日常生活之外，亦有直播帶貨。日前佢上咗一段短片，一改過往艷麗形象，變成樸實農婦，親自落田體驗耕種。片入面見到麥嘉琪由一間農舍行出嚟，着住白色 T 恤襯卡其色長褲嘅佢頭戴草帽，一身打扮非常樸素貼地。之後佢擔起一把鋤頭去到田邊，並且捲起褲腳，除低拖鞋赤腳踩入泥田入面。見佢動作靈活，一連串動作一氣呵成，網民紛紛留言大讚佢貼地，話唔睇名仲以為係邊度嘅鄉下妹，分明係經驗豐富嘅種田能手。作為明星足球隊成員之一，徐榮成日周圍踢波，年紀越大，自然容易有更多嘅痛症。日前嘅拍片指自己踢完波之後，要揾一位拍骨師傅好好修復一下，而呢位師傅竟然係前無線藝員李宗熙。原來李宗熙入行嗰陣，曾經揸8萬名車代步。2020年宣布離開無線之後，唔單止堅持演藝工作，更加同友人合資6位數喺荔枝角開鋪做正骨復位治療師。除咗落手落腳幫客人正骨之外，仲兼任 marketing 嘅工作添啊！吳若希喺呢一日現身電視城出席節目宣傳活動。對於好姊妹麥美恩最近俾人串話為人串嘴、講嘢大聲兼冇禮貌，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就即刻割席。咩啊？唔係好熟㗎，唔熟㗎，唔熟啊，完全一啲都唔熟。私底下冇乜聯絡啊，係啊，通常都係講是非嘅時候先揾佢。我有問佢啊，佢唔答我啊，即係佢所以即係其實咁又唔係嘅，即係佢可能都係係咯，都係幾得意啊，都幾好玩啊。對於佢嚟講都係因為呢個平台 Thread 呢個平台都係一個好新興嘅平台嚟嘅。咁我哋大家都摸索緊點樣玩嘅，咁佢就特別啲啦，因為佢好積極嘅，咁亦都好得意、好無厘頭嘅佢嗰啲新聞係。但係你冇過你知唔知唔好睇咯啲新聞？唔會啊，我哋好中意睇啊，係啊，如果我哋係對方睇唔到，我哋自己睇到，我哋會 send 俾對方睇㗎。係啊，我哋好中意互相攻擊，係啊。開心咯，佢自己。佢又冇啊，都會好樂天嘅。係我諗佢有唔開心嘅，但係佢會選擇一個好積極面對嘅方法咯，即係你都見到佢其實好正面地回應，你不如講我個名出嚟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中意佢嘅人同埋唔中意佢嘅人。咁我覺得大家中意嘅咪做朋友咯，唔中意嘅其實唔需要揀，即係拉埋一齊嘅咁樣。向海嵐喺1998年港姐4料冠軍，喺千禧年代力捧花旦。佢喺2008年離巢之後，去到上海做白領。2018年回流做商界女強人，同友人合資7位數大搞珠寶生意。今年1月，佢同好拍檔陳妙英亮相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4，保持得非常好。但日前佢自爆媽媽出意外，好彩得到救傷隊、急症室人員同埋熱心人士幫助，並冇大礙。向海嵐發文提醒老人家真係要小心。行路唔好掛住打電話，一唔小心就會跌親。好彩今日只係皮外傷，但足以令我擔心咗一個下晝。
樂基兒喺2023年經爆離婚，亦都全面復出演藝圈，近年享受單身生活。但呢日有報道指樂基兒暗撻有女星殺手之稱嘅潘啟聰。報道話，樂基兒日前出席留神之新節目發佈會，喺活動上如沐春風嘅佢就話自己而家冇人追，亦都未準備好展開一段新戀情。而佢離開嘅時候就上咗潘啟聰安排嘅7人車，去到上環一間酒店密會。有指樂基兒係喺3個月前喺一個 party 上同潘啟聰邂逅，兩個人相當黐纏，戀情已經喺名人圈係公開嘅秘密啦。潘啟聰情史多羅羅，又有傳佢曾經同李彩華、李慧敏、黃秀琳、譚凱琪同落選港姐賴琪媛拍過拖。潘啟聰同李彩華拍拖期間，仲曾經傳出佢出軌李思華。你们到底要幹嘛？一定要把我圍在這兒嗎？走了，朋友們，謝謝，讓你們。走了。往前走，別擠嘛，讓一下。內地男星李宏毅早前因為參加選秀節目而備受矚目，人氣持續上升嘅佢，近日就爆出喺重慶機場情緒失控。往前走，別擠嘛，讓一下。各位覺得不好意思就讓一下好嗎？從網上曝光嘅片段可以見到，當時李宏毅頭戴棒球帽同口罩出現喺重慶機場，當時身邊淨係得一個工作人員跟隨，有2個保安喺隔離維持秩序。但係當時佢四周已經受到大批粉絲同而且係代拍人員包圍，完全影響咗佢向前行嘅路線。有保安依然都冇用，李宏毅出聲，大家依然無動於衷，瞬間令到佢情緒失控，完全明白你嘅心情啊！最近麥美恩兒子俾幕後人員喺網上爆料，講話佢為人冇禮貌、串嘴兼大聲啊，又講話行內有好多人都唔中意佢。曾經同麥美恩出埠拍外景嘅馮盈盈喺呢一日出席節目嘅宣傳活動嘅時候，就被問到呢一件事。你有同佢做過嘢？有合作過。佢真係好熱鬧定係點樣好嘈嘅咁樣？我諗唔好講，冇批評人，唔會，好人，唔會批評人，好嘅佢，好嘅佢。係做咩？做幾多？唔係你所講嘅，好大方嘅，唔會針對人，唔會針對人，好努力，好勤力，係好努力，好勤力，係個好嘅演員主持人，有前途。家英哥就等於我，我加家英哥就可以唱歌。即係亂亂地㗎，而家自己都唔知想答。咪總之家英哥講嘅嘢就等於我嘅心聲。即係大致上你同佢即係點解個人都係呢啲咁樣嘅主持人咧，就扇你嘅，哦由你口裏邊講出對方啲咩名，佢將件嘢放大咗，就呢啲叫做斷章取義，講緊咩事咧就賴咗你㗎啦。你話我咪好人咯？你講係家英哥講啫。家英哥好嘢，家英哥好嘢。TVB 劇集《奪命提示》日前宣傳，劇中演員仲大玩遊戲，簡直是無死在場嘅男士。受訪時，劉永璇同郭柏妍就被問到早前劇中輪流對張振朗展開攻擊，佢哋就有咁嘅反應。哇！你上個禮拜嗰場真係係好正啊，搞笑喎！我體會到你嗰個，哇！原來都幾爽喎咁樣，即係咁樣踢落去，即係又唔使負責任。我未踢過佢，幾好笑喎！原來都幾爽，呢個幾好笑喎！你有冇諗下受害者嘅感受啊？佢話我忍咗好耐啦，咁但係講笑嘅。即係我發覺我都幾捱得嘅，原來我都係一個幾堅強嘅人啦。即係完全都冇事，仲企落喺度，仲同大家做到訪問嘅。咁當然，即係我都要多謝2位對手啦。即係佢哋大家都好錫住我嘅，即係佢哋唔會亂咁嚟嘅，佢哋都瞄得好準嘅。同埋佢拍嗰陣時佢都好緊張嘅，佢都諗緊，喂真係唔係話一嘢扮埋去啊！因為如果我真係諗住有真係借位啊，唔係咁真噶嘛。哇！但係原來你哋全部都咁真嘅喎，真係一嘢踢埋。呢啲人係啊，我哋嗰啲都認真㗎。好認真㗎，係啊，所以我哋打全部都好認真嘅。冇錯，我哋即係真係我真係攞咗我嘅下半生嘅幸福嚟拍呢一套劇㗎，所以大家真係希望大家中意啦。
提提大家，香港另一好食玩飛頻道有好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最重要係有 trip.com 嘅獨家優惠碼，無論係訂深圳定係日本嘅酒店，都可以慳成5%。連結咧放咗喺資訊欄，精打細算嘅你唔好錯過啦。